各位好啊，歡迎大家嚟到美國以色列空襲伊朗。伊朗嘅媒體話，南部有一間學校被空襲，最少24人死，領空關閉啊！當地嘅華人只可以由陸路撤離。關注組，我係 Water， 啱聽啱睇嘅朋友記得幫手訂閱 share， 仲有建設性留言同埋加入會員。等我呢個 channel 可以做得更加好，我哋就係關心下國際嘅新聞啦。呢個都係好難，即係你有啲人可能就會支持某一個國家，有啲人去支持某一個國家。咁但係啦，咁啊都要睇下一啲國際新聞。咁因為啦，今日都真係幾大件事啊，全球都關注事件啦。咁而喺琴日咧都有多個國家啦。因為伊朗嘅局勢緊張啊，佢哋又好似收到風咁樣，包括中國嘅外交部啊，同埋中國駐伊朗大使館喺琴日就提醒中國公民暫時就唔好去伊朗嗰度住啦。而根據領事直通車嘅微信公號就話近日伊朗就會面臨外部嘅安全風險顯著上升，多國發布咗建議本國嘅公民撤離提醒。鑒於伊朗當前嘅安全形勢，外交部同埋中國駐伊朗使館提醒中國嘅公民暫時就唔好前往伊朗。喺當地嘅中國公民就要加強安全防範，盡快撤離咁話。咁而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亦都喺琴日就喺社交網站嗰度話，由於安全風險，美國國務院就已經授權非緊急必要嘅使館人員同埋佢嘅家屬撤離以色列啦。除此之外加拿大亦都再次提醒佢嘅公民應該就要離開伊朗。加拿大嘅政府亦都喺社交網站嗰度就話，由於地區局勢持續緊張，敵對行動可能就會喺幾乎冇預警嘅情況底下發生，請在安全可行嘅情況底下立即離開伊朗。咁而加拿大啦喺之前亦都喺2月4號嘅時候發出咗安全旅遊提示嘅。咁而英國政府亦都話，由於安全局勢，暫時就會撤走喺伊朗嘅工作人員。咁之前佢哋好似都係收到風，特別就喺琴日嘅時候多個國家都有喺啲社交媒體嗰度就叫佢哋嘅國民就去離開呢個伊朗盡快就撤離，或者以色列就叫大家就撤離咁樣。咁去到今日美國同以色列就聯手對伊朗嘅首都德黑蘭等等多個地方發動咗飛彈攻擊。而美國嘅總統特朗普跟住就喺真實社群嗰度證實咗，美國已經展開咗大規模而且持續進行嘅作戰行動，目標就包括摧毀伊朗嘅飛彈能力同埋飛彈工業，並且防止佢嘅核計劃威脅美國嘅核心安全利益。咁伊朗跟住即刻就展開咗報復行動啦。咁呢個伊朗嘅迅速還擊就包括革命衛隊向以色列發射咗彈道飛彈同埋無人機。以色列嘅北部同埋海法發布咗防空警報。同時間波斯灣嘅多個美軍基地亦都傳出咗遇襲。巴林就話美國第5艦隊嘅基地遇襲，並且就冒出黑煙添，區域衝突迅速擴大。而伊朗嘅外交部喺社群平台 X 嗰度就話發表聲明保衛國土，對抗敵人，
軍事襲擊嘅時刻咧已經嚟到啦。咁啊，都係相當之嚴重，而且啦，多個嘅地方啊，亦都受到影響啦。巴林啊、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國啊，同埋卡達相繼咧就傳出爆炸聲響啊。部分嘅國家緊急關閉咗領空，伊朗同埋伊拉克咧亦都宣布啊關閉空域，直至到另行通知。而以色列啊嘅總理咧，亦都發表咗影片就話感謝特朗普咧展現咗歷史性嘅領導力，並且呼籲啊德黑蘭政權轉移。美方咧同埋以色列雙方就話今次嘅空襲咧已經鎖定咗伊朗裏邊咧數十個嘅軍事目標，並且就話行動咧已經經過幾個月嘅聯合規劃，可能咧就會持續幾日噶。咁而根據美國 CNN 嘅報導咧，美國聯手以色列喺28號空襲咗伊朗大約3個半鐘之後咧，以色列嘅國防軍咧就發表聲明就話，已經對伊朗嘅西部多個軍事目標咧進行咗新一波嘅攻擊行動。而伊朗外交部就話，對於軍事侵略咧將會予以果斷嘅反擊。咁而喺啦一輪嘅雙方嘅攻勢之下咧，咁尤其是啦就美國同以色列發動咗啲飛彈嘅攻擊之後啊，咁就伊朗嘅革命衛隊咧就有一啲嘅報復行動啊。除咗以色列北部地區咧，同埋河濱海城市嘅海法被飛彈同埋無人機空襲之外，波斯灣產油國有美軍駐守嘅軍事基地，亦都被報復攻擊啊！巴林就話，咁頭先講過啦，呢個美國嘅第5艦隊就被襲擊啊，咁而且咧就冒出黑煙添。咁而根據伊朗嘅媒體咧，塔斯尼姆通訊社就報道，根據當地嘅官員就話，伊朗嘅南部米納布縣嘅一間學校咧，被以色列空襲之後最少咧就有24人喪生。而以色列嘅第12頻道就引述咗匿名嘅以色列消息人士就話，伊朗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嘅官邸咧就已經被徹底毀滅咗啦。報道就話咧，暫時仲未清楚咧哈梅內伊係咪咧就喺現場。咁而報道仲話，伊朗嘅所有主要領導人咧都係喺今日成為攻擊嘅目標。咁但係伊朗總統咧佩扎希齊揚個仔咧尤塞夫，咁佢就透過社交網站同外界咧報平安，就話佢爸爸咧依家身體狀況咧都仲係良好，而且就掌握咗咧嘅情況嚟睇敵方針對相關嘅人員嘅暗殺企圖咧就未能夠得逞，多名嘅政府官員都係處於安全嘅狀態。咁嗱，佢哋即係唔同嘅地方啦嘅媒體講嘅嘢都係有啲嘅唔同啦，係啊，咁嗱，咁我都照講翻，咁咧至於係點，咁我哋就繼續睇落去啦。咁而根據華盛頓郵報嘅報導，美國咧已經將太空部隊、空軍、海軍陸戰隊同埋陸軍派到去針對咧伊朗嘅行動當中。咁同埋啦，就呢一系列，即係喺伊朗發表咗聲明話要報復之後咧，多個中東嘅國家都報告咧就有爆炸。咁係啊。咁大家即係真係難為咗啦！一打仗或者有啲嘅軍事事件嘅時候，咁都係影響咗啦，難為啲老百姓。咁都希望快啲可以解決到事件。
咁跟住咧，我哋關心下，唔會講得太過詳細，我唔會話邊個啱邊個唔啱。咁每個人睇到嘅嘢都唔同，咁我哋關心下當地華人好過啦。咁根據瀟湘晨報嘅報導咧，黃女士就係河南新鄉人，已經喺伊朗嗰度咧生活咗12年啦。依家咧就喺德黑蘭嗰度經營咗一間華人嘅酒店。仲話依家咧酒店嘅經營受到明顯嘅衝擊，我哋咧已經俾啲廚師返國家了，依家咧只係做招待，依家間酒店咧淨係得2個客人。喂，咁佢唔使嘅，阿黃女士冇理由咁樣都仲要掛住做生意啊嘛，反正啲客人又唔係多，好似最緊要自己安全就緊要啲啦。即係你就算唔離開呢個伊朗都好，你起碼都去翻一個安全啲嘅地方，唔係仲繼續德黑蘭都係重災區嚟噶嘛，即係被重點攻擊嘅對象嚟，咁就係即係唔好掛住做生意啦。咁黃女士就話佢嘅合夥人咧已經包車去到亞美尼亞嘅邊境口岸附近，做好咧隨時撤離嘅準備。咁但係黃女士，你嘅即係你等你個合夥人安排好先，咁你之後就跟住撤離啊，定還是係點啊？咁都係要注意安全啦，生意做少1-2日就好閒嘅啫，同埋都話已經冇乜生意啦，咁就唔使話要賺盡1分1毫係嘛，自己嘅生命就係最緊要。咁而極目新聞都係內地嘅媒體啦，就有報道喺28號嘅下晝4點幾咧，有一個從事波斯語翻譯工作嘅華人就話喺27號嘅夜晚咧，睇到中國領事館發佈嘅緊急撤僑通知之後，就連夜買咗航班咧，準備離開德黑蘭。但係細估唔到，都仲未坐上架飛機空襲咧就嚟到啦。咁呢一名嘅華人睇到朋友咧 send 俾佢嘅相之後，喺28號嘅朝頭早，街頭就發生爆炸，一棟建築物上邊咧升起咗白色嘅煙霧咁跟住咧佢就即刻好快手咁樣收集行李，但係咧就發現咗領空就已經關閉啦，依家咧只能夠行陸路咧離開德黑蘭。咁都希望啦喺當地嘅所有人都好啦，如果想撤離嘅話，都希望大家就可以順利啦，就成功撤離。咁特別就係華人啦亦都要小心一下。咁另外極目新聞咧亦都有報道有一個華人就話咧，佢嘅媽媽喺前2日咧就去咗德黑蘭，冇諗到又會咁啱咧就碰上咗轟炸。依家喺伊朗咧就已經斷咗網啦，冇辦法咧發送同埋接收到消息，亦都接唔到電話，只能夠通過國際電話咧打翻去國內咁依名受訪嘅華人咧好擔心佢媽媽嘅情況，咁都希望啦快啲就，但係即係希望就可以聯絡到你媽媽，同埋就證實到佢安全啦。另外亦都有一個國內嘅伊朗華人咧，通過消息嘅互助群之內就話有好多人就話咧，由下晝3點幾開始已經聯絡唔到咧伊朗境內嘅客戶同埋屋企人，所以咧懷疑就已經斷咗網。咁而有網民咧亦都喺微博嗰度轉發咗一個以色列華人嘅影片對方就話咧戰爭開始啦，手機咧發出咗刺耳嘅嗰啲嘅聲啦，同埋咧窗外邊亦都有警報係咁喺度響，仲話我哋嘅公寓樓咧嘅防空洞就唔夠堅固，我哋就去咗附近嘅一間酒店地下3層嘅防空洞。去到呢度先至知道咧，呢個就係戰爭開始嘅警報嚟。由此時此刻開始咧，我哋就已經進入咗戰爭嘅模式了。咁真係
難為咗啲老百姓。咁希望咧快啲就可以解決到啊！咁同埋咁就多個國家啦，都有叫佢嗰啲國民就即係盡快撤離噶啦。加拿大仲可能再早少少啦。咁但係美國同埋呢個中國啊，琴日亦都有喺社交平台嗰度啦，就叫佢啲國民撤離。咁睇下啦，依家希望啦，呢啲戰爭啦，快啲可以完結到佢啦。係啊，冇乜嘢可以講，我唔會講話邊個啱邊個唔啱。咁啊睇下係啦，咁有咩事都好啦，咁快啲就解決咗佢，就是這樣子。如果唔係咁，都係好多嘅國民啊，都係啲老百姓啊，就係難為咗佢哋啦。咁希望都唔好有咁大嘅人命傷亡啦。麻煩觀眾踴躍留言，一有新消息再同大家報道。多謝大家俾面，鍾意就訂閱 share，係咁，再見。